在地自治银行继续要来关心无人的智慧生理，即马愈来愈时行。台中逢甲商圈就开一间无人的手切饮料店，人客为煮文料理一直到做饮料，拢是靠机器的手骨来完成。一个月会当减请4、5个骹手，一年算的人事本钱会当省差不多180万。另外，规台湾上盖大间的机器人智慧旅社，嘛伫咧逢甲商圈拄开幕。为报道一直到替房间拢是用智慧系统，另外还有机器人的管家代替柜台服务人员，会当省差不多3成的人事本钱。机器人管家取代传统的服务人员，一日饲落去，都准备把人客要爱的物件送去你楼顶。头一个要做的，就是来坐电梯。判断里面如果有人的话，他会跟他说借过这样子。那如果没有人的话，那他就会坐电梯上去。机器人管家坐到需要的楼站，会自动锁定房间，过来打电话给人客，刷落来，人客只要将号码拍入去，就会当来摕物件。客人他拿到电话之后，我们会给他一组密码。这间标榜全台湾上大间的机器人智能旅馆，选伫咧台中一级战区逢甲商区正式开幕。声目的除了有机器人管家，阁有寄行李的机器人手，对带入去到退房全部采用智能系统，业者投资700万，会当取代3成人的成本。大概可以节省6个人的这个人力。唔那旅馆，就连饮料店嘛行 AI 智能化，对荧幕顶悬点选好家己要啉的饮料，店内底这台白色机器手就开工啊。他第一杯已经拿下来了。对提杯啊，是毋是爱掺冰角、甜度的调整，加珍珠也是柠檬汁，刷落来掺茶、看挂、大注文，最后扫一个 QR code， 就会当啉到机器人做的饮料。感觉跟一般手摇饮也没差多少。这间无人饮料店同款开伫咧逢甲商区，业者讲厝内嘛是咧卖饮料的，开店的想法真单纯，就是无想要老爸老母伤忝，所以用400万来研究制作机器手。每个月呢大概是4.5人的人力的人事的成本，那一年呢就相当于170-180万左右。一杯饮料只要80秒，工一个时间会当做9杯，一工落来会当做到300外杯。最大的理店到啉的饮料，业者下大本来减少人的成本，无人化智慧相机，长时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